如果聽日以下呢一啲情景突然之間發生，我哋嘅生活會變成點樣呢？網絡癱瘓啦，電腦爆炸啦，飛機全部墜毀，或者係飛機安全率大大降低，自己間屋可能會因為一次行雷閃電突然之間毀於一旦，工廠冇咗規範操作，疾病診斷準確率亦都大大降低，小朋友就因為小兒麻痹症毀咗佢哋一世。咁我相信啦，呢一啲場景發生任何一單嘢，人類都冇辦法去接受。大家好，我係欣一，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喺視頻開始之前，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喎。今日我哋嚟討論，除咗熟知嘅 Wright Brothers 發明嘅飛機之外，仲有邊一啲係嚟自美國嘅，正喺度默默統治我哋嘅效率、安全同埋生存嘅隱形巨人。貼合當下嘅大環境，首先唔難想像到嘅係同電腦或者科技相關嘅 TCP/IP， 即係傳輸控制協議同埋互聯網協議，係全球通訊同信息基礎設施嘅基石。冇咗佢哋，我哋今日所有嘅網絡、emails、social media、雲計算，甚至乎係物聯網 IoT 都冇辦法存在。兩者嘅功能，一個係確保你嘅網絡速遞地址正確，並且你嘅速遞路線可以被規劃；一個係確保你嘅網絡速遞可以到達，並且按順序到達。兩者最初都係由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啟動嘅項目演變而嚟嘅。原本係由軍事需求驅動嘅科技專案，最終成為咗我哋傳輸各種資訊、架設各種虛擬世界嘅交通網絡。但係有咗呢個交通網絡，仲未夠㗎喎。喺現實世界入邊，所有嘅運輸、物流同埋高效運作，都需要一個精準嘅時間同埋空間坐標。呢個就引出我哋現代生活嘅第二塊關鍵基石——全球定位系統 GPS。GPS 係美國國防部1970年代開始發展嘅，最初都係用於軍事用途。GPS 系統從根本上改變咗導航啦、物流啦、交通等等嘅方式。我相信多年從事司機行業嘅司機大佬都有呢一種感覺。以前成個城市嘅地圖都喺你腦海入邊，邊度行得快脆啲啦，邊條路行會比較塞車啦，所有屬於你所在城市嘅路線資訊，喺你放開個迫力之前，都要喺呢個腦裏邊快速過一次。而家有咗 GPS， 只要打開個 Apps 就解決晒呢啲問題。從外賣小哥嘅位置、手機地圖導航，到飛機同埋船隻嘅航線，再到全球電網同埋電信網絡嘅精準同步，都係依賴於美國製造並且維護嘅 GPS 信號。可以講啦， GPS 為我哋嘅虛擬同埋現實世界提供咗一對精準嘅眼同埋一個統一嘅時鐘。OK， 有咗傳輸資訊嘅 TCP/IP 協議，有咗精準嘅 GPS 定位，我哋仲需要一個高效嘅載體同埋工具去承載呢啲信號，處理呢啲資訊，並且真正將佢哋轉化為生產力。而呢一個載體就係我哋嘅電腦 Personal Computer。 PC 為我哋帶嚟極大嘅便利。剪片啦、寫 code 啦、寫 paper 啦，等等等等，都係 personal computer 俾我哋嘅高效生活節奏。雖然 PC 嘅概念係逐步發展嘅，但係以帕羅奧多研究中心同埋後嚟嘅 Apple Software 等等嘅公司為代表嘅美國創新行業公司嘅研究同埋發展，令到 PC 從實驗室走向家庭同埋 office，極大程度咁提高咗我哋嘅工作效率同埋信息普及。美國嘅創新並唔係只停留於虛擬嘅資訊世界。當我哋放低電腦，行出咗 office， 回歸到我哋現實嘅生活世界裏邊，會發現實體世界中嘅產品製造同樣都係被美國嘅發明徹底改變。
上面講到啦，工作效率呢樣嘢，咁現代經濟命脈嘅製造業同樣都係需要效率嘅喎。今日我哋談論嘅生產力嘅概念，好大程度上係源自於 Henry Ford， 即係創立福特汽車嘅美國汽車工程師同埋實業家。佢對裝配流水線嘅推廣應用，令大規模生產汽車成為咗可能，幫助企業降低咗生產成本。後嚟裝配流水線提高咗其他各種產品嘅生產效率同埋 standard， 影響咗幾乎所有嘅現代製造業，令我哋普通老百姓都可以以更低嘅成本去享受各種各樣嘅產品。有咗高效嘅製造能力，咁點樣令呢一啲產品啊以及人員啊喺全球快速移動呢？呢個就引出咗另外一個改變咗人類歷史嘅交通工具。我哋出行嘅交通工具，高鐵係日本發明嘅，咁飛機呢？呢一點大家都知道啦，就係美國嘅萊特兄弟發明嘅。佢哋發明嘅首架成功飛行嘅飛機，徹底咁開啟咗航空時代，改變咗全球旅行、軍事以及國際貿易同埋物流嘅速度。所以飛行安全嘅好多 policy 都係由美國制定嘅，呢個有一定嘅道理㗎。OK， 影片到呢度啦，提醒下大家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喎。喺我哋享受高速旅行同埋高效生產嘅同時，呢啲快節奏嘅背景之下，其實仲有一種最基本、最必要嘅基礎設施保護工具。呢一個工具係必須要提到嘅。佢雖然古老啦，但係至今仍係日常冇咗佢唔得嘅工具。佢就係避雷針。避雷針至今仍然係保護世界各地建築物同埋基礎設施免受雷擊損壞嘅基本工具。佢嘅作用我諗唔需要我多講啦，但係佢嘅存在本身就係代表住美國早期創新對人類安全同埋基礎設施嘅貢獻。我哋睇到啦，美國嘅發明點樣去保障我哋嘅通訊、交通同埋建築安全，但始終最重要嘅保障仍然係對人類生命嘅保障。喺現代醫學同埋公共衛生領域，美國嘅科學家同樣做出咗劃時代嘅發明。首先，徹底改變咗疾病診斷同埋生物技術嘅 PCR 技術，即係聚合酶鏈式反應技術。佢係由美國生化學家 Carrie Banks Mullis 發明嘅。佢可以喺短時間內擴增 DNA， 令 DNA 檢測、刑偵鑑定成為咗現實。更加係我哋所有人記憶深刻嘅新冠病毒檢測嘅核心技術。換句話講，喺疫情期間，其實我哋係間接咁用咗美國嘅專利技術嘅。呢一個係現代生物技術同埋醫學中最有效率嘅技術之一。1993年 Carrie Mullis 因為呢一項嘅可以快速檢測嘅技術獲得咗諾貝爾獎。雖然獲獎之後啦，佢就開始飄啦，但係技術依然係影響緊全球嘅。除咗呢個高效率嘅診斷工具之外，醫學史上另外一項劃時代嘅發明係嚟自於對於病毒嘅預防。脊髓灰質炎疫苗，佢係由約納斯沙克等等美國科學家共同發明同埋推廣嘅。呢種疫苗成功令曾經係全球兒童致殘致死嘅重大威脅，即係小兒麻痹症，喺呢一個世界上大多數地區基本被消滅。呢一個係全球公共衛生史上最偉大嘅勝利之一。我喺美國系列嘅醫療缺點嗰集突出咗美國嘅天價醫療帳單嘅缺點，但係當中亦都不得不承認美國喺醫療科技領域嘅先進性同埋貢獻，例如 PCR 技術同埋小兒麻痹症嘅疫苗，呢啲確實係領先全球嘅。OK， 以上係我所知道嘅對我哋有非常重大改變嘅，至今仍然係影響住全球同埋全球好多地區都喺度應用緊嘅美國發明。如果你哋仲知道其他嘅美國發明，可以喺留言區嗰度留低你哋嘅 comment 啦。OK， 今日嘅視頻就到呢度。如果中意我嘅視頻，不妨 subscribe、點個 like、comment 同 share 啦。記得打開個鐘仔喎。
OK，我哋下個視頻見，See you。